Hello，大家好。我哋作為客戶公司嘅公司秘書，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真實個案，希望幫到大家。咁今年6月呢，我哋嘅客戶係一間公司啦，就收到稅局通知，就話呢間公司未喺指定嘅時限裏面交報稅表，違反咗稅務條例。信函裏面呢，稅局就話最高嘅罰款係去到1萬蚊，同埋呢稅金嘅3倍罰款，並要求呢補交翻稅表啦。而目前咧建議嘅處理咧3000蚊同埋唔檢控嘅。根據稅務條例第14部列出稅局對報稅事宜嘅一啲重點，例如通知、遺忘記錄、提供資料啊，呢啲全部都有清晰嘅指引嘅。如果公司係冇合理嘅辯解同埋理由而遲交咗報稅表咧，稅局係可以根據第80(2)條提出檢控，罰款1萬蚊，仲可能咧會收取3倍嘅徵稅罰款啦。但係如果係蓄意逃稅，例如漏報、虛報、提供假資料，就可以根據82(1)條罰款去到5萬蚊，仲可能加3倍嘅稅款，甚至坐監3年。咁呢度講翻呢，面對呢啲罰款信，咁如果係你收到，你會點做？咁其實咧，好多人都唔知嘅，或者有啲人知道，但係又覺得好麻煩。其實好多人咧就會即刻交罰款啦，了事算數啦，或者唔想罰得更加重啦，咁都有呢啲咁嘅心態嘅。但係其實咧，如果經過好嘅秘書公司咧，佢可以幫你行多幾步嘅。咁譬如我哋咁樣啦，我哋第一時間就會聯絡稅局啦，了解個情況啦，提供合理嘅求情理由啦，表明我哋係冇心犯錯啦，適時糾正錯誤啦。咁所以咧，結果咧過咗幾個月之後咧，稅局嘅有關主任咧就可能會酌情處理啦，決定免除罰款啦，同埋咧只要交翻稅表就可以啦。所以唔使驚，最緊要揾啲有經驗嘅秘書公司或者律師就可以幫你積極咁樣處理，就唔使等俾人罰完一次又一次噶啦。咁希望咧呢條片幫到大家啦。如果你有類似嘅問題，可以揾我哋傾傾啦。多謝大家，拜。